歡迎收睇新聞每日。尋晚啦，Now 有工程人員咧俾警方扯走咗，仲撳咗落地下。咁採訪記者咧上前表露身份同埋解釋啦，警員咧都唔理啊，仲趕咗記者走添。之後啦，工程人員咧俾警察查問。咁咧身體咧亦都有好多地方擦傷咗，但係警方咧以涉嫌襲警嘅罪名咧拉咗佢。咁4點鐘許 Sir 咧今日就回應啦，有一名咧34歲嘅男子咧用鋁梯襲擊警員，令到嗰名警員咧右腳受傷啦。咁佢仲重申啦，話警方係尊重新聞自由㗎，但係咧任何人咧有違法嘅話，無論係咩職業啦、背景啦，警方咧都會嚴正執法、公平公正咁樣處理啊。咁對於咧被問到使用武力啦，許 Sir 就話警方咧用武力係有原則㗎，喺別無選擇咧先用武力嘅，仲叫咧傳媒喺非法佔領地區進行採訪，要顧及自身安全，以免咧受到不必要嘅傷害啊。咁 Now 咧就出咗聲明啦，就話極度憤怒同埋遺憾啊，呢啲行為咧係嚴重侵犯咗新聞自由。咁網民咧就話，所謂咧嚴正執法咧就係有拉錯冇放過啊，仲批評咧除咗對警察自己犯法咧就冇咗一回事添啊！咁今日講咗咁多先，一陣有 case 同你哋報新聞，拜拜。